德必有用，正直的人绝不胆怯。莎士比亚为剑往往是非野心的阶梯，凭借着他一步步爬上了高处。当他一旦登上了最高的一级之后，他便不再回顾那梯子，他的眼光才夺目仰望云霄，瞧不起他从前所视为凭借的低下的阶梯。莎士比亚最理想的境地既不可达，人往往不知退而求其次。莎士比亚和狐狸打交道，你必须比他更有心。莎士比亚生平富足的盛世突然养成一